大家好，我是新的主持人小鱼。被教我做会讲台语无？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咱讲台语，一个新的单元是对我讲台语单元，然后怎样？这样可以吗？当然不行。今天的单元是一个全新的单元，就是要对我讲台语的单元。我会给你一个任务，必须在1个小时内，然后找到5位民众，问他们懂不懂台语的8个音调。8个台语的8个音调。哪8个音调？西、好、把、比、高、高、秋、落，就这8个音调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第1集有讲过这8个音调。我没有看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准备计时喽。多久？1个小时。计时开始。来，那个辣妹那边，你们是台湾人吗？是台湾人。好，我们是咱讲台语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挑战街访，是讲台语的部分。你们会讲台语吗？都不会吗？一点点。好，那我想要出题目给你们了，请问台语的8个音调是哪8个音调？有8个音调？不知道有8个音调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台语8音调，你知道是哪8音调吗8音调，小学有教。我没有学过台语。那你们会讲什么台语？就是基本的对话。高炸，今日天气就好诶。假爸呗，假爸，啊你嘞？我嘛假爸。OK， 现在再给。都是一些循环的。突破盲肠。那我访问你，问这个腰多少寸？23寸，超级细的。这是23寸的腰，这是可能32寸的腰。所以你们也是在做拍摄吗？对，你们是 YouTube。那我们交换一下我们 YouTube 的频道，好不好？录音是不是？等一下这边要先暂停，我现在在交换。还是你们会念这几个字？小学有教这几个。在后波北高高，像我不会。像是什么？胸。我来公布答案好了。好来，西、好、把、比、高、秋、落，这就是台语的8个音调。计划最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请问2位会讲台语吗？我会。可以吗？太好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考的题目是，请问台语8音是哪8音？啊？基本的8音？对，我不知道哎。好，不能给题，可以给你看一眼这里。等一下，第一个是西、好、把、比、高、秋、落。喂，太好了，我这算吧。那能帮我们就是追踪一下我们新的频道吗？可以啊。对，非常谢谢你。所以我念对吗？你念对，因为其实我也不会。不要脸。想要做一个，就是我们是 YouTube 的新挑战，单攻台语，然后要做一个街访。我们今天要派出一个台语最好的。不会台语吗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是访问一下。好了，你们是高中生吗？那你们今年几岁？不一样的，高一，你们才高一，天哪，好小哦。那一点点台语会讲吗？我当话。那你有办法念出我们的台语8音吗？西，那个灰吗？报怎么念？猴应该蛮简单吧？猴子的猴。高。那总共就是念了1个半这样。两个。好，我全部教你是好。对，你们教一下。西、好、把、比、高、秋、好、落。对，非常好。那看我们的频道学一下台语嘛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是走比较有趣的路线。对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我们是街访，谢谢。我看起来像鬼吗？
我觉得学生应该现在应该都不会啦，应该要找8+9会讲台语。会，可是我没看到哎，台北没有8+9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？还是晚上还出没？够难的，你们来找我看，你来找我看，好难哦，情侣。不好意思，方便打扰你们一下吗？我们是做街访，我们是一个新的 YouTube， 叫做蓝公台艺，然后我们现在有做一个街头的访问，算是有点小小的挑战。啊，你们2个会讲台语吗？不太好。所以你们家里面会讲台语吗？还是你们？我会听，只是不太会讲。不太会讲，你会听，都会听得懂这样子。那你跟他讲说你喜欢他，告白的。I love you。台语啊，台语。我介意你啊，是吧？你介意，你就介意。OK， 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对，我们是一个 YouTube 新频道，叫蓝公台语，你会讲台语吗？会，他会讲。好，那您知道我们的台语8音？是在看你们用什么设备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可以跟我们摄影师聊一下台语的8音，您知道吗？8个音我唔知呢。好，就是这一排应该练这一排。西好白比狗狗唱落。他会对不对？讲过对不对？好，非常谢谢你。然后我们是蓝公台艺的一个新频道，您是出来逛街吗？去一趟银行。去一趟银行。银行快关了耶，已经关了。已经去银行已经出来啊。哦，已经出来啊。啊，经过看恁咧录影，看讲用什么设备啊呢？哦，是。这无线的麦克风哟。是，对，是麦克风。啊，就叫你举我的访问啊嘿。我觉得超强的。你倒位的人？我台南啦。我台南无怪讲台语。哪里人？台南啊。台南人。你常听就袂晓听哟。他们就是找我这不会的来学。唱一条台语歌嘞。台语歌，我要甲你蓝调调，已经出来啊。已经出来啊。您好，我们叫做蓝公台艺。请问您会讲台语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就是有机会。好，我们要考的题目是，请问你知道台语的8个音怎么念吗？8个音？对。哇，这个完全不知道。我是宜兰人呐，只是我完全不知道，因为宜兰都是讲台语，但是来台北之后就很少有在讲。那你觉得台北人讲的台语多吗？不多，反而是你回宜兰比较多。尤其我自己听到最多的是去当兵的时候，男生当兵的时候台语最多。现实生活中，大家平常在讲台语很少。那你小时候是跟着家人讲，还是学校有教？家人。那我给你一个提示，然后你帮我们试试看，我觉得你应该会。这是我们台语8音的中文第一组。你的塞哦。对。嚯，但我真的不会，憋我也不会。高像。很少在用，像跟鹿也很少，球跟鹿我也不会，很少在用。龙台语8音，所以全部就是西好白比狗狗唱落。哦，好像日本的50音的那种概念，有点像。我们是一个新的频道，叫蓝公台艺，我们每1周会做一个就是更新，然后方便您帮我就是订阅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非常谢谢。安，他自己按订阅哦，我都还没按哦。哦，可以了，太好了，加油！大哥，我对你崇拜的眼神，你知道我如果没有过关，我要惩罚吗？惩罚是因为我不会讲台语，然后他们要我到处就是点餐。台语点餐哦。对。不好意思，好可爱的小两口。然后，那请问你们会讲台语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吗？一点点可以啊。那你们知道台语的8音调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提示。西好爆别高高唱落。全部就是西好白比狗狗唱落。哦。好难。好难吗？那你们从小到大家里讲台语吗？阿妈家会讲，爸妈会讲，但是跟我讲话会讲中文。就讲中文。哦，这个吗？对，台语有吗？哦，这里。啊，对，帮我点进去。如果有一天台语真的完全消失了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可是不可能啊，脏话都是台语。想吐槽，但是有道理。就是你们2个如果有一天生了宝宝，你们也跟他讲中文，然后小孩子完全不懂台语，一点点都不懂，然
然后有一天就没有，你的子子孙孙就都没有，那觉得很可惜，会很可惜。拍多久？规工拍多久？规工拍多久？哎，你在得意什么？啊，我不结束了吗？可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回答出8个音调的，所以你的任务还是失败。屁啦！那我们还是要进惩罚。你要用台语去点餐，随便一间店都可以，你自己挑，全程用台语点完就可以了。哦哟，哦，我想要一个细个汉字 Q 啊，汉字 Q， 好，我 have $100，我有100块。呀，找我70块，我是客家人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我们祝你那个扭转乾坤，牛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汉字 Q 卖一堆，买一堆加零谁？嗨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小鱼，理工台语、挖工台语、温工台语、蓝工台语。